我来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这不是动漫节吗？我穿这身应该还挺应景的。青青，你这穿的也太随便了吧！清泉姐，不是你说让我穿合身的衣服吗？是啊，我是说让你穿合身，符合自己气质的。但是你这未免也太朴素了点吧？你这是去郊游的吧你？自己穿礼服，让我穿 T 恤。哼！哎呀，算了，工作是老娘自愿的，不能气。南州，青青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，难免会出错，不然就……你替蔡少。顾南州，哼！我稿子都没画完，大老远来陪他参加什么破颁奖典礼，他还那张脸，谁稀罕参加什么典礼啊？我让江静璇做的事，她就永远不会忘。你不用太在意了，明天出席活动的都是动画人，大家穿的都很随意的，你就穿一件舒服的衣服就好了。哼，看上顾南州就看上，无缘无故坑我做什么？当我是好欺负的？获得幼儿组最佳动画长片的是星云公司出品的《蚂蚁乐园》。让我们有请领奖嘉宾，星云动漫总裁顾南州先生的未婚妻戴喜领奖。